星期四晚間，一隊拖船將呢一艘運載數千名乘客嘅嘉年華郵輪公司郵輪拖入阿拉巴馬州嘅莫比爾港口。嘉年華勝利號郵輪上個星期四離開德州嘅加爾維斯敦，開始為期4日嘅航程。喺星期日，郵輪機房起火，主要動力來源被切斷。呢一艘郵輪喺距離墨西哥由卡坦半島240公里嘅海面上漂流。一啲乘客話艙房被水淹，走道上污水橫流，佢哋只好喺甲板上瞓，避開酷熱發臭嘅艙房。佢哋仲話要排長隊領取食物同埋其他嘅用品。喺呢一艘郵輪嘅乘客上岸嘅時候，嘉年華郵輪公司總裁卡希爾到碼頭迎接。美國海岸警衛隊同埋國家交通安全管理局已經對呢一艘郵輪機房起火嘅原因展開調查。